上加荣，直到天家见主面，献上敬爱，献上冠冕，洗净往昔宝座前。弟兄姐妹，我们刚刚唱的这一首歌是我们卫理公会的诗歌，这是查理卫斯理所做的诗歌。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上帝的爱在我们的当中是那样的美好。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为今天早上的崇拜来献上祷告，愿主的恩在我们的当中，使我们从头到末了都享受主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要为今天早上的崇拜献上感恩。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来敬拜你、侍奉你、来服侍你。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所献唱的赞美、所献唱的诗歌，都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你的面前。你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当我们在这里赞美，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你就设立宝座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并且以感谢进入你的门，以赞美进入你的院。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在你的里面蒙恩，将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都放在主你的面前。愿你来使用，让我们今天所献上的祭成为馨香赞美的祭，荣耀主的圣名。也让我们所有的设备器械都能够蒙恩，都遵照主的话来行，能够顺利的运作。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
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求你转向我，怜悯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会众，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结束繁忙一周的工作时间，让我们有段时间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面，来寻求你的道路。愿主你的话语真的是充满着我们，真真实实的活在生活当中。愿圣灵亲自引领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明白你的真道，看顾我们聚会从头到末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会众，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神圣主爱》，在心灵良师选140首。神圣之爱超乎万爱，天上喜乐降下来，竟然助我卑微胸怀，恩典冠冕为我戴。耶稣，你是慈悲怜悯，你是纯洁无限爱。求你救恩沛然降临，进入敬畏的心怀。亲爱圣灵，求你吹气，吹进烦扰的心里，好叫我们在你里面享受应许的安息。创世成中自由拥有，求你除我罪捆绑，除去里面罪的爱好，使我完全的释放，全能真神亲来拯救，赐我丰盛的生命。快快进来，与我同在，永远永远不离开。在你完全慈爱之中，我承受不知羞，不住祷告，不住赞美，荣耀尊崇到永久。愿你救赎好大恩典，在我们身上得成全。新造的人，求你磨练，成为圣洁无瑕疵，更新变化，荣上加荣，直到天家见着面。献上敬爱，献上冠冕，洗净往昔宝座前。我们仍然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
起因文在诗篇19篇，在教会圣经旧约553页。由我来起，会众来应。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上帝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会众，我们一同翻开周报，公祷。为亚洲国家祷告，不单基督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为台湾卫理公会北山教区树林约翰堂陈信成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的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为台湾儿童青少年能在智慧声量人的喜爱、神的喜爱等4方面有好的建造祷告。为台湾医疗从业人员、军警、公教职业人员祷告，愿主赐他们有服务百姓的心志，工作顺利。我们用祝祷文来结束这段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今课我们请蔡尚鲁弟兄。今天的经课有2处，第一处在教会圣经92页，出埃及记20章1到17节。教会圣经92页，上帝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血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1000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
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第二处经课在约翰福音第2章13到22节，在我们的教会圣经的127页。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以上是今天的经课。谢谢上路弟兄。读经由我来攻读，在哥林多前书1章18到25节，新约的180页。18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辩士在哪里？上帝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因上帝的愚拙总比人智慧，上帝的软弱总比人强壮。献诗，我们请诗班，曲目为救赎。我
谢谢诗班。正道我们请蔡伟文牧师，题目是上帝的大智若愚。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做礼拜。刚刚我们听到诗班唱的这一首诗歌叫做《救赎》，各位知道救跟赎有什么不一样，知道吗？救赎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听到，但是救赎各位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知道吗？救是要用力的，用力量拉上来。有没有看过这个？好，如果假设我们当中有人登山的时候，如果你力量不够的时候，你需要人家拉你一把，那个叫什么？救。动物掉到井里面去的时候，把它拉上来，那个叫什么？那叫救。赎是什么？赎是用钱去换来的，买回来。我的东西到这个当铺里面去了，那我需要把它赎回来，这个叫赎。所以救赎是什么？救赎是要用力的，救赎是要花力气的，救赎是要用尽一切的力量的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救赎我们，他是要花力气的，他是要用力的，他是要付上一切的代价来把我们救赎回来的。但是这一切又是免费的，上帝帮助我们。所以我常常讲说，免费的东西是最贵的。为什么？很多人都以为说免费的东西好像是没有价值。各位，其实免费的东西才是最贵的。好，先跟大家讲一下这首歌，芬尼寇斯比他其实是一个瞎眼的诗人，他瞎眼，但是他却写出很多赞美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好像我们这个有一些身体状况，或者是有一些缺憾、有一些缺点，或者是不够好的人，好像上帝就不能用。上帝能够用各式各样的人，包括我们认为自己是不够或是不美不好的人。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那开始前我先跟大家做一点工商服务真的是要工商服务一下，因为刚刚讲到免费的，所以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免费资源很多好，各位如果有机会在我们的楼下的招待桌上面，你可能会看到这一本书。好，这本书叫做《一件重要的事》。好，这些都是大部分，我是说大部分都是由灵命日粮出的这些的刊物但是我没有要为他们打广告，我不是他们的人好，但是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对我们极其重要，它提醒我们一些事情。这里面一开头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个犹太人的少年官，当他什么都很好，人生胜利组，他什么样的东西都有，家里有财产，他又是官，他又年轻，可能也很帅气，但是呢，他总觉得他没有一个东西的确据，叫做永生。好，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你缺的还有一件，那一件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你还缺一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你的人生当中缺了哪一件？你有没有看到你的人生当中缺了什么样的事情，以至于让你卡卡的，或者是让你生命没有办法翻转？我们要找出那个最重要的那一件事。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很不错的书，请大家能够来阅读，或者是来拿回去，免费的好，另外一本就是这个弟兄版的跟姐妹版的这个靠主刚强，还有你最珍贵，这个也是 for 弟兄跟 for 姐妹的好，那所以这个是给弟兄看的，这个是给姐妹看的。但是万一你拿错了也没关系你帮你的弟兄看好不好那如果你拿错没关系，帮你的姐妹看，看完之后请给你的弟兄或给你的姐妹。这个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有一些灵修的一个小品文，让我们可以有一些阅读。我知道我们当中的教育部长很努力用心了每天都 po 这个影片给大家。但是如果你还觉得偶尔想要吃点甜点的时候，但是先跟大家讲，这不是心灵鸡汤，所以千万不要把它当心灵鸡汤用，好不好？它是要告诉我们，它有一段经文，然后告诉我们你怎么样用在你的生活当中所以这个是给弟兄的，还有一本是给姐妹的。好，那另外这个就是不是灵命日粮出的了，这是我们卫理会出的请大家看一下这本书，相当的重要，这本叫做《苏萨拿传》。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苏萨拿这一位姐妹是谁。这个姐妹是我们的魏先生的妈妈。
知道魏先生是什么？卫斯理的妈妈，好吗？好，卫斯理的妈妈。好，卫斯理的妈妈总共生19个孩子，但是因为早期医疗不够好，所以后来很多孩子都夭折。他剩下的孩子，在他记录里面说，他每一天一定给他的每一个孩子有单独相处的时间。你可以想象，这个妈妈很忙，厨房要忙，又要忙着生孩子，但是她又要给她的孩子，要每一天都要有一段时间单独跟他在一起。所以这里面的记录，包括卫斯理跟他的弟弟都说，他们觉得那一段时间妈妈是单属于他的，妈妈单独属于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家庭教育跟价值已经渐渐的失落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找回家庭的价值，找回一些家庭里面的一些美好的东西。特别妈妈的教导是最重要的，啊，妈妈的教导是最重要的。妈妈也许也很忙，也许我们现在的妈妈都很忙，但是请你多花一点点的时间给你的孩子，让他将来成熟长大的时候，他知道我怎么样成为一个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珍惜这些美好的东西。好，那另外有一个东西也是对不起，也是灵命日粮出的最近因为天气变化，所以可能有一些人会稍稍有一点忧郁的倾向，或者是会有点难过，或者是有点莫名的一些的事情发生，或者你身边的人会有一些这样的情况甚至有的人不小心开车就撞到那个派出所去了所以要很小心，好吗？好，所以这个如何面对忧虑，请大家这个能够来看因为我们有给大家有这个书，让大家可以小本书，它不多很小本，那让我们可以知道，当我们面对忧郁的时候怎么办？那或者是你身边的人面对忧郁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来善用这些的书本。好，那最后我要为一个教会做介绍，就是这个是我们的凤山的教会，他们现在正在办这个我们的儿童的课后辅导班那请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那他们3月1号就已经开班了但是要请大家为我们的子会祷告。我们的这个凤山的教会需要我们为他们关心他们的社区活动。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他们有些停滞，但是现在他们愿意能够出来，能够来动一下所以请我们为我们的凤山的教会祷告。如果我们有一些小朋友或孩子们，我们认识的，知道他住在凤山的，请多邀请他们来到这个教会的里面来参加客服班，这个也是全程免费但是刚刚讲了，很多人不珍惜免费的，其实免费不是没有钱的，是有人付上代价的所以请大家能够来多珍惜这些的免费的资源，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上帝使用我们，上帝用我们这些卑微跟软弱的人，其实这是上帝的极大的恩典。基督教信仰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不是用条件式的，上帝是免费的，而且是免任何条件的接纳我们在他的恩典的里面。所以各位知道，过去的祭司是要有严格的标准的。如果你眼睛看不见，你身上有刀疤，或是你的身高不够高，叫做矮矬那个都是不能当祭司的。好，所以各位你知道，现在站在前面的这个人眼睛看不见，然后身上我有刀疤开过刀的然后我不是高的人，我是矮的人，但是上帝还是使用我。所以你要相信说，基督教的价值跟世界上不一样，是上帝无条件的接纳人。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你自己，也许你是身高不够高或者是你的这个学历不够高或者是你的财产不够高都没有关系，但是有时候矮一点是好的知道那个意思吗？有时候长得矮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当这个树倒下来的时候，有高的人帮我们挡着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我很矮，我长得不够高就很差。没有，其实长得矮，上帝仍然使用我们有时候长得矮还是有好处的。愿上帝带领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
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刚提到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价值观跟社会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里面千万不要用学历来评判人，教会里面千万不要用财产来评判人，教会里面不要用身材的高挑或是这个美好来评判人，因为这不是教会的价值观，不是我们的信仰的价值观。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拣选软弱的，拣选卑微的，为要叫强壮的羞愧。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好像人生胜利组才是上帝所喜悦的，其实不然。上帝爱每一个人，包括人生的失败组，上帝也是爱我们。好，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1章，但是我们要先了解这个哥林多教会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在各位如果有机会翻到圣经里面的使徒行传第18章的第1节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哥林多教会是怎么样来产生的。好，使徒保罗其实他也不是一个帅气的男人，几乎很多的描绘使徒保罗的画像几乎都是描绘他是秃头的几乎描绘他都是跟我一样身材不够高的或者是他有一些的缺憾。听说他的有一个隐藏的疾病，就是会癫痫，就是有时候会突然间岔开好，所以使徒保罗并不是一个叫做什么都很好的人，但是他仍然被上帝来使用。所以使徒行传18章的第1节里面特别提到哥林多教会的建立。好，那各位知道，其实哥林多教会我通常会给它一个名称，叫做哥林多教会，叫做问题多多的教会。知道什么叫问题多多的教会吗？你教会里面发生的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在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书信里面几乎都可以找得到。我没有要帮那个什么 Uber 做那个广告不要误会，几乎都可以查得到。教会里面几乎很多的事情，你可以从哥林多的教会里面的问题去看到。为什么？因为哥林多教会是最早期的教会，他们遇到的问题，我们现在有的还正在经历当中，所以我们会看到他们的一些的问题。好，所以我们要看到一个事情是，刚提到教会的价值观跟社会本来就不一样，所以千万不是用世上的人的价值观来去做评判。所以为什么要跟大家讲，今天有2个极端，一个叫做智慧的极端，另外一个叫做求神机的极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各位如果刚刚还记得的话，好，所以我们要看到一个事情是，教会跟世界的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它却是最大的美德。为什么？因为教会本来就跟社会不一样。好，我们来看一下第18节的地方，今天经文18节，好，我们一起念来。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姐妹，希腊人他们是最著名的，就是他们的希腊哲学。各位知道，希腊哲学是很有名的，他们追求智慧。很多人去那个哲学系上课的时候，很多老师就劈头就会问说，哲学是什么？所以如果你没有定义出哲学是什么，那你以后可能你听到很多人生哲学宗教哲学什么管理哲学这些东西，你可能就会偏颇了。其实哲学就是爱智的学问，是一个爱知识的学问。我要知道那是什么，所以那个叫做哲学。但是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哇！我要看到神迹，我要看到上帝的作为，哇！上帝的作为在我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在这边这个左打希腊人，右打希伯来人。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对信仰有偏颇的认识，但是这些人他们又认为基督教信仰就是什么？戆人的信用，听得懂吗？很多人会笑基督徒说：“你们这个叫做愚笨的人，这个叫愚拙的人的信仰。”听得懂牧师要讲的意思吗？好我先讲一个故事，大概大家就可以知道15年前，日本曾经出一本书，有一个种苹果的农夫，然后他书的书名上面写什么？他说：“一生要当一次傻瓜。”
一生要当一次傻瓜。这个书现在还有，如果各位想要的话，可以去搜寻一下。一生要当一次傻瓜，这个傻瓜是什么傻瓜？他家里是种苹果的。好，各位知道日本的苹果很有名，对不对？好，日本的苹果，因为他们在高纬度的地方，所以他们长得很漂亮。但是各位知道，日本的苹果也很毒哦。为什么？因为农药很多啊。所以各位，你吃的苹果其实农药很多的，因为苹果要长得好，要喷上农药，保护它不要被虫咬。好，所以这个叫做一生要做一次傻瓜的这个男人，他是一个种苹果的人。那因为他的太太的身体不好，所以他想要种一个叫做没有撒农药的苹果。我们现在叫做有机苹果，对不对？其实不是只有有机，是什么农药都没有。好，那他就要种出这种苹果出来。但是呢，当他要去种这个苹果的时候，相当的辛苦。为什么？因为试各种的方法都弄不出这种叫做不用撒农药的苹果。好，然后呢，他的岳父，他的这个丈人也把他的苹果园都送给他。他说：“你试试看，直到把它种出来为止。”好，所以这个人他就照着他的岳父的期待，也还有他的对太太的爱。所以他就去种这个叫做没有撒农药的苹果，但是事与愿违，他所种的苹果没有一颗长出来。然后他旁边的苹果园，别人的苹果园都是大颗又美，然后因为都是喷上很多的肥料跟这个农药的，好，所以大家都笑他，哎呀，你看你在我们旁边种苹果，你看你的苹果都没有长。不但别人笑他，各位知道他的孩子在写周记的时候，他的孩子是念国中的时候，14岁了，写周记，在他的周记上面写说：“我家是种苹果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吃到我家的苹果。”知道我要讲的意思吗？这个拱狼，这个一生当一次傻瓜的这个人，他没有任何的种出任何的苹果，连他的女儿都嫌弃他：“我没有吃过我家里的任何一颗苹果。”他为了这样的缘故，甚至一度曾经想要寻死。后来，当他到山上去的时候，他看到有一棵树，一棵苹果树，野生的，居然长得很漂亮。启发了他的想法之后，他把这样的方法带回到他的苹果园。在第20年的时候，他的苹果园终于长出了苹果，一颗小小颗的。跟我们大概去水果行买那个10块钱的苹果差不多，可是那个苹果是他们家吃到的第一颗苹果。他说：“这是我们家的第一颗的苹果。”所以他的孩子很高兴。他说：“我们终于吃到家里的第一颗的苹果。”但是在那个之后，他们家的果园就开始陆续的能够因着他的努力，以至于结出美好的果子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一生当一次傻瓜。这个傻瓜他坚持的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最后当他成功的时候，那些人不敢再笑他。为什么？因为没有农药也是可以种出苹果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当别人说你是笨蛋，当别人说你是傻瓜，礼拜天早上谁叫你来做礼拜？外面阳光灿烂，你怎么不去爬山？你怎么不去电影院看电影？你怎么不去消费？你怎么不去睡觉？你为什么要来到礼拜堂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是拱狼，知道吗？我们都是拱狼。但是跟大家讲一个台语的一个很好的话，各位知道天公天下拱狼，我们是上帝所爱的，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坐在这里啊。好，所以各位知道，在20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文学家，英国文学家，这个人叫做 C.S. Lewis。好，他就写了这一段的话，他说：“我选择宗教不是为了让我自己开心啊。”他说：“我知道一瓶波多尔红酒就能做到，一瓶酒就可以做到了。所以，如果你要找一个让你舒服的宗教，我不推荐基督教。为什么？因为基督教是什么？不但是拱狼的宗教，而且他要背十字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是一个痛苦的。其实，基督教信仰是一个痛苦的信仰。很多人以为说基督教信仰免费的我们信耶稣就好了。很多人不晓得他是要付代价的。这个代价是什么？是你要把你的心交在神的手中，因为耶稣已经把他自己交给了我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你如果要每天快快乐乐、醉醺醺，然后觉得哇，我好像忘我的境界，他说一瓶红酒就可以。所以你不用信耶稣，一瓶红酒就可以让你浑然陶醉，就可以让你躺平在地上，然后甚至你觉得哇，好像你已经到天堂去了。所以基督教信仰不是给你一瓶红酒，基督教信仰是要挑战你的内心。好，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要建筑的不是在这个叫做会改变的根基上，是在哪里？是在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至于让我们知道，我们叫做打死不退的，或是叫做即使失败了还能够再站起来的。耶稣不是只要收人生胜利组，耶稣也要收那些叫做平凡的小人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教会里面只要收那些这个身材高挑、俊美，然后或者是这个财产丰富或者是这个势力权势滔天的，并没有。教会里面要接受的就是那些愿意谦卑、相信上帝的人。各位，不谦卑，你还信不了耶稣。听得懂那个意思吗？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有一个黑道老大说，从前都是人跪在我的面前，我从来没有跪在人的面前，但是当我信耶稣，我却要跪在上帝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信耶稣是要学习谦卑的功课。好，我们来看一下21节的地方，保罗怎么样来看待信仰的事情。21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1节，一起念来。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智慧在哪里？上帝的智慧就是他用人认为愚拙的方法。什么样的方法？上帝付代价。很多的信仰告诉你，你人要付代价，哇，要往上走，你要成为那个人上人。但是信仰却告诉你，上帝成为人的样式，要来拯救我们。所以最近我看到有一句很美好的话，他说：“上帝成为人的样式，为要使人成为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要使人成为上帝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的身份是尊贵的。好，所以对于这个爱，或者是对于你喜爱的那个表达，很多人的爱心常常是这个漫画里面那个。各位的应该是你的左手边的那个，画一个爱心，哇，我好爱这个东西。但是上帝的爱是画什么？上帝的爱是画十字架。十字架代表上帝的爱，十字架代表上帝爱世人，十字架代表即使我不可爱，上帝仍然爱我，愿意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信仰会是什么？刚刚提到了，我们来看一下22节哈，一起念来。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信仰是什么？很多人要求什么？我要求那个最高的知识，我要求了解认识基督教是什么，了解所有的信仰是什么，我了解上帝很多很多的知识。但是你真的信上帝吗？你真的爱上帝吗？很多人知识很多，各位知道神学家也有不信神的。听得懂我要讲的意思吗？神学家也有不信神的好，但是呢，犹太人是要什么？哇，上帝的神迹奇事显在我的身上。各位知道，其实如果你要只求神迹的话，有一个最快的宗教，各位知道是什么宗教？知道吗？有看过每一年有没有年初的时候，在台中那个地方有没有有人会抬着轿子，然后一堆人趴在那个路上然后等着轿子经过。这些人信心大不大？很大。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信心大不大？好大呀！他们说我趴在那个地上，那个神教过去，我就得医治了呢。有没有人得医治？有啊，真的有人得医治。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要的神迹，你要的是神迹的话，那么你可能就会得到的是这一些东西。很多人要这些叫做别的东西，而不是要上帝。跟大家讲一个实际上的案例，这是我经历过的一个很真实的情况。15年前我还在台北卫理堂当副牧的时候，因为我是带青少年牧区的，
有一个年轻人才20岁，结果他因为感冒的缘故，病毒入侵心脏。各位知道病毒入侵心脏会死人的，知道吗？千万不要以为小感冒不会死人，感冒是会死人的。这个年轻人20岁而已，一个女生，病毒入侵心脏，她差一点要换心了，因为她的心脏纤维化。当她在教会里面，她的妈妈是教会的执事，她的爸爸是不信主的。后来她的爸爸就这样说：如果我的女儿被上帝医治，我就要来信耶稣了。够豪气吧？如果我的孩子这个得到医治，我就来信耶稣。好，所以你知道那时候台北卫理堂毛起来祷告，大家祷告会里面我们要为这个姐妹祷告，祷告。可是那个他已经用到什么样的状况，知道吗？各位听过叶克膜知道吗？这个孩子已经用到叶克膜了。好，这个医生说不开刀不行，一定要换心。当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的时候，突然间这个孩子好了，不用开刀了，不用任何的这些手术，居然就好了。然后当他好了的时候，他的父亲，这个没有信主的父亲，他说：感谢上帝，我的上帝，这个你们的上帝很厉害，祷告他们听了。但是这是还没有出院的时候啊，只是好了。好，当他的孩子出院的时候，他告诉所有人说：这个医生比较厉害，这个医生医了我的家人，这个医生医了我的女儿。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迹会让你信耶稣吗？千万不要认为神迹会让你信耶稣，很多人看到神迹还是不信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用人认为愚拙的事情，谁救我们？只有耶稣才能救你。好，所以神迹奇事只是让我们能够知道上帝做这个事情，但是并没有解决我们真正的生命的问题。智慧也是，很多人追求很高的智慧我什么都懂，我什么都很会这些东西我都了解都知道，但是你真的知道它是什么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所做的事情，人看作愚拙，那叫上帝的大智若愚。其实上帝是很有智慧的。好，跟大家讲一个也是一样一个实际上的案例各位知道为什么我们每个礼拜要来做礼拜，知道吗？有一个姐妹她的分享，她说她以前住在新加坡，她为了身体的健康，她找一个老师教她太极拳。然后这个太极拳的老师每一次都会告诉他说：你手要摆在哪里啊？你手要摆在哪里，那个才是正确的啊！你手要摆在哪里？好，每次上课都要告诉他，重复告诉他说：你手要放哪里，手要放哪里。好，结果呢，他说这个老师真烦呐，他在我旁边都一直叨叨念，手放在哪里，手放在哪里。好，他说等到他回到台湾的时候，当他要这个自己要练身体要打拳的时候，他说老师的话一直在我的耳边。亲爱的弟兄姐妹，老师的话在我的耳边，你有没有听到上帝的话常常在你的耳边？你说上帝的话怎么那么烦，每天都这样讲，每个礼拜我都来听这些东西，同样的东西好烦啊。当你没有的时候，你会听到上帝仍然对你说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听到上帝对我们说话，不是透过我们讲话的来显明我们的智慧，而是透过我们的所行来看到上帝的智慧。上帝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从过去的那个不听话的变成听话的，从过去那个抗拒的变成顺服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智慧。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不是我们要追求那个超人厉害，不是，而是上帝用我们这样卑微的人来成就他的工作。好，所以有一个光头的牧师他这样讲，他说跟随宗教的人寻求上帝，因为看到有利益有好处他才来信的。但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是看见耶稣基督的美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看到耶稣的美吗？你有看到耶稣是很美的，他所行所做是很美的，我要效法他的行为，我要效法他的样式。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23节，我们一起念一下23节，一起念来。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笑你，
很多人会笑你啊，那戆人，礼拜天不好好睡觉，不好好休息，来做礼拜做什么？来做礼拜做什么？外面的人会告诉你啊，你信了耶稣，我靠后你们信了耶稣会行神迹吗？啊，为什么你们常常祷告，好像也没有看到什么样的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要神迹，很多人要智慧，但是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什么？好，所以上帝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只有在谦卑的当中，我们才能看到上帝的神迹；只有谦卑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上帝的智慧。不是人的智慧，不是这些的神明的神迹，而是上帝的神迹跟上帝的智慧。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24节，我们来念一下24节，一起念来。但在那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够蒙恩得救，你能够现在坐在这里，是上帝的智慧，是上帝的能力。刚提到了救赎，救赎是什么？救赎是上帝用力量把我拉回来，上帝用赎价代赎把我赎回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救赎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所以上帝赐的智慧是赐给谦卑寻求他并且听他话语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每天你要听到上帝对你说话。刚刚提到了，如果你每天读经祷告，当你有时候碰到问题，手上没有圣经，手上没有其他的东西的时候，你仍然听到上帝对你说话，你一样听到上帝对你说话，上帝会对我们说话的。好，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接受一个无罪的供应，一个生命的无效的生命的一个供应。那个酵是指那个没有发酵的那个酵哈。接受一个无罪的、没有发酵的，是一个真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是所有圣经里面的奥秘的钥匙。如果你念不懂圣经，如果你读不懂圣经的时候，请你把耶稣基督放在那个问题上面，你把耶稣放在那个看不懂的地方，你会发现全部的圣经为耶稣而打开。全部的圣经为耶稣而打开。当你把耶稣放在你的圣经上面的时候，你会看到上帝说的话每一句都在为他的儿子做见证。上帝为他的儿子做见证，说他的儿子说的话都是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世人看作愚拙的。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节25节，我们一起念一下25节，一起念来。因上帝的愚拙总比人智慧，上帝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不会没有智慧，上帝不会愚拙，上帝也不会没有力量。但是如果假设上帝有愚拙，或是上帝有软弱的话，他不会输给人，他还是比人厉害，他仍然是能够知道人的需要，他仍然能够知道人的前面的道路，他仍然能够知道人所需要的一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信耶稣，而不是信你的知识、智慧，不是信这些神迹，信耶稣，单单相信他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事情，是上帝的大智慧。愿上帝帮助我们。不是用任何的一些的技巧来打动我们，上帝用他的爱来给予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奥古斯丁这样说，让我们虔诚的承认自己的无知，而不是宣称自己的知识。亲爱的弟兄姐妹，越高的神学知识要让人越学习谦卑，因为在全能的上帝面前，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值得骄傲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谦卑的在上帝的面前寻求他的恩典。人的骄傲让人认为说我什么都行，但是人其实在这个方面是全然的无知跟愚昧的。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上帝面前跟上帝呛瞎比拼，说我比上帝厉害，我比上帝更多知道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谦卑的来到上帝面前。所以耶稣基督的教会要有健康的信仰。我常常提到说信仰是什么？英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谚语说，你的思想决定了你的信仰，你的信仰决定了你的行为，你的行为
决定了你的习惯，你的习惯也决定了你的命运。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信的是什么？如果今天我们思想的不是上帝，那么不是上帝的那个，有可能就变成我们的信仰。那个歪掉的信仰，就可能变成我的行为，我的行为就可能变成我的习惯，我的习惯就可能会变成我的命运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思考是没有钱不行的话，那么钱就会变成你的信仰。如果钱变成了你的信仰，那么你的行为就会变成是以钱为导向了。当你的所有的事情都以钱为导向，没钱不行的时候，就会变成你的习惯。没有钱去哪里挖钱？而你的习惯也会变成你的命运。为什么有的人守不住？为什么有人守不住？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你所想的是什么，决定你的信仰；你的信仰决定你的习惯；你的习惯决定你的行为；你的行为决定，对不起，你的行为决定你的习惯；你的习惯决定你的命运。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思想上帝的话。所以各位知道，在圣经里面，诗篇第1篇说什么？知道吗？请大家多读圣经哈，回去要多记得，要多看。诗篇第1篇说什么？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第一个，基督教信仰是夸耀基督，不是夸耀人，所以不是教会里面谁很强，英雄主义，哇，谁家里面钱多，谁家里面这个豪爽，哇，过来这边教会啊，什么东西我要换，我有钱我来做，不是这个。基督教信仰是夸耀基督，不是夸耀人。上帝帮助我们，基督信仰是夸耀基督，所以宗教是叫我们夸耀我们所做的，但是耶稣基督他所做的才是福音所要传递的。好，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它是可吃的，它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它来让人看到它跟社会跟世界不一样，它来的教会，它来建立的教会是跟世界不一样的。他来到是有另外一个目的的，不是人生胜利组才能进到教会里面来，是所有的人都一样可以领受这样的救恩。今天就算总统坐到我们当中来，对不起，乖乖坐在这里。牧师要这样说，不是因为对不起，我没有任何的政治的立场，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今天即使总统要来到我们礼拜堂做礼拜，对不起，请乖乖坐下，因为在这里，在上帝的面前，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夸耀。我们在这里夸耀的只有耶稣基督。第二个，基督信仰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替罪人死，好，所以耶稣为我们死，这个才是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好像我们要这个产业多多，我们要有多大的土地，我们要做多少的社会工作，不是这个。基督教信仰是基督为罪人来死，所以耶稣基督是为爱我而死在十字架上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传递什么？我们为了爱别人，我们愿不愿意甘心的，愿意为人付出，是一个免费的，但是是无价的。所以罪代表的是亚当，义代表的是基督。罪带来死亡，义带来了生命。愿上帝帮助我们，耶稣基督带来更新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不再一样。所以耶稣基督的爱超越了一切。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好，第三个，基督信仰是上帝爱人的智慧的行动，所以基督的信仰是上帝的大智慧，看起来是很愚笨的。所以刚刚在标题上面写上帝的大智若愚，看起来是很愚笨的，但是救恩是上帝的智慧。所以透过上帝的智慧，人不用再付上任何的代价，免费的，但是却是无价的。只有上帝才能做得到这样的事。所以基督竟然这样的爱我们，以我们为弟兄。他爱我们爱到这样的程度，他说我们不是他的仆人使女，他说我们是他的兄弟，他说我们是他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你有没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我们常常在唱那个诗歌，最好朋友就是耶稣，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你有把耶稣当朋友吗？你有把耶稣当兄弟吗？你有把耶稣当你的姐妹吗？愿上帝帮助我们，基督爱我们，他不以我们为耻。
所以他救我们，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面，让我们从黑暗里面进到光明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靠大智慧，不是靠这些的神迹，乃是靠着信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信耶稣，让我们的生命得着改变跟不一样。所以有很多人以为说福音是让我们去做些什么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要告诉大家，福音是告诉你耶稣为你做了什么。重新让我们回到神的里面来，看到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谢谢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成为拯救。我们本是不配的罪人，是蒙恩的罪人，却是蒙你的怜悯。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能够在这里与你来见面。因为你帮助我们，你的话随时提醒我们，你的路随时指导我们，你的方向随时引导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更多的蒙恩，更多这样的话存记在我们的心里。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圣餐会众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与主合一》，在心灵良师选300首第1段。主身体为我舍，主宝血为我流，并被乃主自己为我舍离。主亲手剥这饼，主亲自递这杯，我吃喝这饼杯，与主合一。圣餐我们请蔡文牧师。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姐妹，我们每个月的第1周，我们都是领圣餐的时候。那各位如果看牧师身上的圣带，跟我们在讲台上的颜色是一样的，这是紫色，深紫色代表的是认罪跟悔改。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这个叫做40天的大斋期的里面。40天的斋期，让我们学习认罪悔改，学习过简朴的生活。当然，各位如果看好消息频道，各位会知道说，现在也有很多人在推21天的禁食祷告，但是牧师要跟大家澄清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禁食祷告不是要跟上帝要挟些什么，或是强迫上帝要给你些什么，或是要情绪勒索上帝说你不给我这样，我就给你怎么样不是这个。所以请弟兄姐妹要记得，我们的信仰是很纯正的，不是用这个来换，跟上帝换帕拉 Ken 来换这个代价，不是的。我们谦卑的在上帝的面前蒙受上帝的恩典。所以你不是拿禁食祷告来跟上帝要挟，也不是拿禁食祷告来跟上帝说嘴，说我好像我很敬虔。禁食祷告是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上帝的恩典。愿上帝帮助我们。昨天带我们的姐妹们去到永康参加我们的姐妹的座谈会。那当然里面有几位牧者是我认识的，那他们也在这些的很多的场合上面会出现跑出来。当人家邀请我进去要参加这个姐妹的座谈会的时候，我知道这不是我应该在的地方，因为这是姐妹的座谈会，所以我就不进去了。那后来在外面，我跟我们的执事会主席在外面等待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即使再厉害的牧师，即使再厉害的人，当他退休之后，当他不在之后，记得他5年后、10年后，这个人还会不会再被纪念？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做的再兴旺再好，我们哪一个人能力再强，过了5年后、10年后，如果我们离开世界，过5年、10年后，还有谁会认识跟知道我是谁？很多人要的是那个名声，很多人要的是我好像很厉害，我很会做些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任何一样可以夸口，只求我们的名字在上帝的生命册中被纪念。愿上帝帮助我们，你的名字有没有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上帝纪念你才是真的，世上的人纪念你很短暂，很快有一段时间就不会再有人认识谁了。但是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那是永远不会被抹去的，永远不会消失的，永远不会被忘记的，因为上帝纪念你。上帝纪念亚伯拉罕，纪念以撒，纪念雅各，他还是到现在仍然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天也许上帝会到我的后代或是到我的后辈面前说，我是蔡伟文的上帝。我不知道上帝会不会这样说，他说我是你的上帝。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只要求被人纪念，让我们能够求被上帝来纪念。愿上帝来带领。好，我们一起来预备心来进入圣餐哈。请听圣经的话，看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自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我们一起来同诵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盛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痛恨我们自己的行为，俯心自问，十分忧伤。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遵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来回应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感谢我主上主是应当的。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因此，我们和天使并天使长及天上的会众一同称颂，尊奉主荣耀的圣名，常赞美主说：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为要救赎我们，曾发大慈悲，在十字架上受死。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己身，为世人做完全的祭物，替世界人民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在福音书中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现在我们恭敬俯求慈悲的天父，
应允我们的祷告，赐恩给我们，使我们遵着圣子救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纪念他受死遇害，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杯，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念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们。请陪参同工到台前来哈。弟兄姐妹，我们等一下会有小同工帮大家来喷上酒精，所以我们拿圣餐饼的时候不用担心，我们都是在最安全的环境下那当然如果你还有一些疑虑的话，我们的同工会帮你做这些的处理我们尽量让同工来服侍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同工的服侍下，我们能够平安的来进行圣餐。那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么如果你已经相信耶稣了，我们心里面相信，我们就凭着信心用灵里面来领受。如果你信耶稣但是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请你就将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心上，让我们在心里也领受这个饼杯。愿上帝来祝福我们。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身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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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你舍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主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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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发饼的人要带上。楼上是谁？楼上那个二楼。不是。好。好，对。好，来小心。刚才。如果太大片，掰碎一点。太大片的话，掰碎一点。好，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预备好
来领受圣餐，让我们就从中间的走道进来，然后来领受饼杯。我们的同工会把饼沾了杯之后递给你，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我们能够领受主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如果你这个拿到之后，就请你直接就吃了让我们就吃完之后回到座位上，然后我们在那里祷告，寻求上帝的面，让我们重新的来认识跟忏悔自己我们的楼上的同工，4楼的弟兄姐妹也请到2楼来让我们可以或者是我们的同工会带上去给你，让你可以在那边可以领受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在基督里能够来领受这个饼杯，这主耶稣的身体与宝血是给我们新的生命。如果我们还没有信耶稣，或是我们还没有认识上帝，那么我们一样可以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上。如果你还没有受洗，你一样可以把手放在心上，让我们在心里来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与宝血，在灵里面我们来领受。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领受这个饼杯。如果饼掉进杯里面，不用再捞出来我们的同工会再另外再给你。好，所以不用担心，让我们来领受这个饼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恭敬到主的面前来，谦卑来寻求上帝的恩典。我们这里有2个路径所以我们可以各自的排在任何一个队伍都行，让我们可以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谦卑的来寻求主。如果给你的饼太大块不好一次吞入口，也不要马上吞进去可以嚼一嚼，可以嚼一嚼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会马上就吞下去，变成噎到了让我们沾了饼杯，然后慢慢的来领受，慢慢的来接受。如果是小块的也没有关系，小块的我们就直接可以吃进我们的嘴里面。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为我们舍命，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成为美好。上帝看我们是为宝为尊的，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也看到我们是为宝为尊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来领受他的丰盛的恩典。愿上帝祝福我们。如果还没有领到的，请提醒一下我们的同工来发给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有了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吃的饼跟杯其实是一般的面粉跟葡萄汁，很一般。但是当我们赋予它不一样的意义的时候，它就是不一样。我们一样在过年的时候会吃饭，但是因为那一餐叫团圆饭，所以它的意义跟其他的时间不一样。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领的圣餐，虽然是犹太人一般的饭食，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它的意义就不一样。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领受的是耶稣的圣体与宝血。我们一起来念奉献求恩文，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舍身流血，我们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我们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我们今天圣餐礼到这里。回应诗歌，我们会众一同起立，与主合一。新营良诗选300首第2段。我与主同定死，不再受罪辖制，想罪我乃已死，却想主活。我与主同复活，胜过黑暗权势，活出耶稣自己，荣耀主名。会众请坐，请司献的同工到台前来。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赐我们日用生活所需，我们将所得的一部分献上，使用在教会事工上，求主悦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会众，我们一同起立。今天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吗？好，那我们一同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到第2段的时候，我们彼此站立拱手问安。成为
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主共生的产业，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会众请坐。来报告一下事项。本周主日为3月份圣餐主日，请弟兄姐妹预备心参加。那主日后有各项的会议，11点45分是在201教室有小组长的会议。那同样的时间在205教室是邵文弟兄主持金门探宣行前说明会。那12点半在6楼有3月份执事会议，那请弟兄姐妹为教会的事工，及探访旅游团外出关心祷告。下周主日3月10号，台语堂由陈启峰牧师分享信息，华语堂由台福爱阳教会叶玉琪牧师分享信息，请为2位牧者往返信息传讲祷告。那教会将于3月份开设红本门徒，那有2个时段，报名表已贴在公布栏，那欢迎弟兄姐妹报名参加。卫理神学院延伸班于3月1号起，每周五晚上7点到9点开諮商辅导课程，助人技巧与协谈，以圣经辅导实践应用，请弟兄姐妹为课程关心来祷告。那成人主日学将于3月10号开课，请为老师课程预备及弟兄姐妹渴望神的话语来祷告。那有开4个课程，那欢迎弟兄姐妹报名参加。3月18制服艺人学院即将开课，请为老师预备及学员的学习状况代祷。本期有新开班的咖啡故事馆胡汉生老师，那美味料理郭秋伟老师，还有快乐来跳舞张信德老师，书法之美林锦强老师，请大家多多推广。欢迎报名参加。为教会2024年各项事工推动关心，复兴守望，邀请弟兄姐妹参加周四晚上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让我们一起为所关心的事项来祷告。牧师有要补充的吗？好。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些简单的补充。那这个我们那个下个礼拜来讲到的2位陈启峰牧师应该大家有认识。那另外就是叶玉琪牧师是我们的社官干事赵英的先生也是过去在我们当中的一个弟兄。那感谢主，他念了神学院，然后按牧，那算是回到他的这个母会来做一些的分享。那所以我们有特别邀请他能够来跟我们做一些他的一个这个信息的分享。那我们为这个爱阳教会，还有也为我们的台语堂来多祷告，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更多弟兄姐妹能够来更多认识上帝，能够认识基督信仰。所以我们邀请弟兄姐妹，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可以邀请一些我们的朋友，或者是福音朋友或同工，可以来到我们当中来参加。好，那我们
另外我们的制服学院里面有一些的课程正在进行当中。各位如果来到礼拜堂的时候，每天几乎牧师都会泡咖啡。但是呢，因为我不是咖啡师，我是牧师，所以我没有办法泡好喝的咖啡。但是一定要跟大家介绍我们这个专业的咖啡师就在我们的当中他是我们的弟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想要来喝咖啡、听听故事的话欢迎邀请大家来参加这个汉声的这个咖啡故事馆那还有就是我们的邱伟老师，这个也是吃喝快乐的时间所以弟兄姐妹可以来分享跟来参加。我们的跳舞跟书法也是，让我们能够多提升我们的气质，能够多提升我们的一些的美好的对美的感受。曾经有人问我说，为什么要参加这些艺术的东西各位不晓得有没有看过以前有一个美国的总统，那当他在休闲的时候，他很喜欢吹萨克斯风各位知道我们大概没有人的工作量会像他那么高，可是他在闲暇的时候，他可以吹萨克斯风。当他吹萨克斯风的时候，人们会觉得这个总统是跟我很接近的他是很平民的，他是很快乐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忙碌之余，我们也可以有一些时间调剂一下自己的身心我们在台语堂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文曲执事他也很大力在推动我们的这个制服的班他自己本身也在上这个乌克丽丽班所以我们当中也有这个乌克丽丽的这个老师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更多来学习在音乐当中，在美当中来调剂我们的身心。那也请弟兄姐妹为我们去金门的这样的一个探访队来祷告。那我相信大家知道最近这个跟对岸有一点不太愉快，在那个金门的沿海的地方那求主帮助，让我们出入得平安。当然你问说牧师会不会害怕，其实我不怕但是我们其他的团员我想我们应该也不会害怕，因为不会有任何事情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为我们出入得平安祷告，求主带领，让我们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我们为金门那边的教会，为那边的弟兄姐妹，为那边的地方来关心祷告。我们的这个探宣团到今年已经第3次了，我们已经收集到台澎金马今年多刚好可以把这个金门拿下来所以请弟兄姐妹为我们这个台澎金马的安全还有我们的平安来祷告。那这个探宣完了之后，我们就不再探宣了，我们要进入的真的叫短宣了所以请弟兄姐妹预备好请听牧师这边，我们以后不是只是要去旅游了我们要去真的做点事情了因为已经去游玩很多次了。我们期待我们能够在明后年，我们能够真的有短宣队可以出去支援需要的地方。那也跟大家做宣告，就是我们在60周年，就是明年马上就进到荣光堂60岁。我们期待我们60岁的时候，希望不是只有牧师自己的期待。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期待你的教会再生一个孩子？希望你的教会可以再多生一间教会出来，让我们的教会可以子孙的延繁可以更多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能量，让我们可以为我们要去开拓的地方祷告。希望可以我们能够有弟兄姐妹愿意参与在这样的服事当中，让我们更多关心还没有教会的地方。愿上帝来祝福。卫理公会在彰化、苗栗没有，在云林没有，在屏东本来有，后来没有了。花莲跟台东目前也没有。期待能够我们在这些地方，当然不一定要跑那么远请大家不要担心。但是我们期待我们能够更多的繁衍，让我们的教会更多，能够让更多人听到福音。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在这些没有教会的地方，没有卫理会教会的地方，在那里能够开拓新的教会出来。愿上帝帮助我们。以上谢谢。会众我们一同起立，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
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愿你将属天的智慧赐给我们，也将你的神迹显在我们的身上，好让人看到我们的身上有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传递十字架的恩典，在人看起来是愚拙，然而在神你的面前却是大智慧。愿你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请坐。殿乐。